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哦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哦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哦上帝，哦请有人可怜，我的耶和华上帝呀，有人可怜，我的耶和华上帝呀。 哈利路亚，哦罗上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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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今天很开心，我们庆祝圣诞节，也是我们第5区小组的年终期末考。要考什么呢？我们都要认识上帝的名，对不对？ 哎，那么上帝的名有好几个，我们就要来期末测验，看能不能考100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来一起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考100分了。一共有6题。第一题，上帝能称为耶和华以勒是什么？耶和华必有预备。耶和华必有预备。哦，这一题有没有答对？有。真的答对了吗？怎么那么小声？有没有答对？好，有答对。好，那给个掌声吧。哎，第2题很难哦，蛮难的哦。怕不怕困难？不怕。因为靠着上帝就不难，对不对？来，耶和华拉法是什么？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。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。哎，太好了，有没有答对？不是说有没有答对？好，不是说对就对了。哎。 第3题，这一题考过了就60分。耶和华沙玛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阿门，太好了！哇，怎么跑那么快？哎，第4题哦。那耶和华尼西又是？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。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。这一题好像有点小抄哈。哎，这一题最难，这一题有够难，你们都不可以讲答案。耶和华沙龙是？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。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。哎，很好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谁没有开口的？没有开口就要扣分哦。哎，那考题呢已经告一个段落，没有了是不是？哦，你有700分吗？有100分哈。不过我们常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对不对？也没有白看的表演。 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会众呢，请起立一下，动一动，坐得很冷了的气好想来动一下。我们要带大家来唱这一首《上帝的名，耶和华的名》。好，我们谢谢第5区精彩。